啥？请坐。你来较早就来，我听阿会讲，你昨暝拢无困啊？紧张困袂去啊。啊，毋过我敢若会当感觉到这条歌的感情啊。你是毋是会当体会晋商的心意啊？那安尼，明明咱录音室甲乐室来，咱就开始录。嗯。工课做线吼，饮酒庆祝是种爽啦。音乐咯，我要啉到醉，来，干啦，来。部长啊，你嘛添一寡酒咧，不要空歹看啊！来，哦，我袂晓啉酒啦。查甫人讲袂晓啉酒，笑死人诶！啉淡薄啊啦，来。好啦，我真正袂晓啉酒啦，我甲因两个共款，啉可乐就会赢啊。是啊，查某兄，想要啉啥甲啉啥，安尼较自在啊。来，好啦，来，干啦，来。那安尼我嘛要啉酒。你年岁搁较细汉，啉酒对身体无好啊。即摆是新时代的男女平等，查甫人会使做的代志，查某人嘛会使做啊，敢毋是？啊无，我嘛啉就袂好啊。你看，顺顺姐嘛徛伫我遮哦。我嘛是新时代的女性啊。心肝头的你，伫这地逍遥。哎，快点叫人送一杯酒来，咱继续啉啦。啊，继续啉，继续。先生。嗯。英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有啊，真欢喜。顺顺，带阿姨房间好困啊。行好，
老青芳，老青芳，你敢真正是新时代的女性？你敢不敢勇敢追求你家己的幸福？今仔就来做一个决定。是你啊？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有话要甲你讲。真阿妈啦，你先等去休困。我今日暗一定要甲你讲。你先等去休困啦。你先甲门关起来。无，我想坐落来讲。我一直就介意先生。哦，是咧讲这哦。可是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诶？我是顶真，毋是讲耍笑的。我拢有某有囝，无可能阁想这个代志。你啉酒醉啊啦？唉，你明仔早起来，都会甲家人讲的代志放袂去。这句话藏伫我心肝内足久啊，我一定要甲你讲。来啦，我送你倒去。我爱你，我愿意做事。别使啦，你别当做事，我嘛愿意做事。我愿意做事，我真正甘愿做事。你安尼袂幸福的啦。我不管，就算袂幸福，嘛不要紧。来啦，我送你回去。我回去啦。
咱会当出发啊。孙孙姐咧换衫，连伊落来。小组刚刚叫车来啊，人敢到啊？孙孙姐还未到，啊无咱去甲看者。张宏兄，你先把行李提车顶。我。好。孙孙姐啊，孙孙姐啊！孙孙，你安怎？要紧吧？部长，敢要先送孙孙姐去看医生？准备好订好啊，恐起来耽误就做时间啦。不要紧啦，只是头足痛，无破病啊。咱就即摆耽误大家时间，紧出发。这里啊。大家行哦。部长，阮敢若加留一工，有孙孙姐去互医生看。唔免啦，等下台湾才看就好啊，莫耽误大家。我请后体路准备阿斯匹林，这几点药啊上有效。药我已经食，大家当放心啊，咱当出发啦。我先我叫车了。好。武汉，你看要安怎？只有送去病院。我嘛是安尼想啊，若无咱做伙送伊去病院啊。我离开厝一个月啊，阮牵手搁拄识了囡仔，我是要较紧转去看卖。好，我较爱送伊去病院啊。孙孙，我较爱送你去病院啊。有闲要先回去。